上去啦，後邊噶嘛，精算謀略，生命之星，大外檔淺藍衫咧就係嗰隻咧妙算奇勝嚟噶啦，入精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風起雲湧，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內欄推進有歡樂老窩，中間就駕駛奇葩，出邊上嚟噶嘛，三江飛輪啊，中間仲有掌聲啊，最出係精算謀略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外邊三江飛輪俾落去反應相當好啊，埋邊咗個風起雲湧，中間係駕駛奇葩，野馬嗰筆係外邊冚上嚟，三江飛輪啊，跑第二名風起雲湧。第3名係駕駛奇葩，第4名嘅嘛係掌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呢隻三江飛輪入彎就揈出去外邊啊踩油啦！咁啊結果冚過放頭嗰隻風起雲湧，駕駛奇葩都係跟前嚟跑噶啦，跑翻個第3、第4名負重磅喎，係掌聲。田泰安咁啊，終於都贏翻馬啦！呢隻三江飛輪啊，喺外邊一口氣過晒，跑第2名風起雲湧，第3名駕駛奇葩，跑第4名係3號嘅掌聲。恭喜晒啦！上次贏馬奮鬥輝煌5月7號啊，都差唔多1個月啦。喺外邊呢，一口氣咁啊，塞咯，今次塞。